Howdy to finder,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这期视频我们继续来学习毛利语。还记得上一期我们一起学习毛利语的内容是和大海和海洋有关系，而这一期视频我就带大家来一起学习一下海洋生物用毛利语怎么说。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首先，海洋里最常见的就是鱼类，鱼类的毛利语叫 ika。在毛利语中 ，ika 是鱼类的统称，不管是淡水鱼还是海水鱼，都可以用 ika 来表示。在很多传统的毛利仪式上，鱼类也会被当作祭品，作为传统仪式的一部分。ika 这个词，大家有没有听着非常耳熟？其实我们在讲新西兰的南岛和北岛名称的时候，有提到过，北岛的名字刚好就是 Te Ika Maui， 翻译过来就是毛衣的鱼。在众多鱼类之中，攻击性比较强，速度很快，并且体型庞大的要数鲨鱼。鲨鱼的毛利语叫 mako， 是指竞鲨类的鲨鱼，尤其是在海洋中速度飞快的坚吻竞鲨。在毛利文化中，鲨鱼不仅仅是海洋中勇猛的猎手勇士，它也是毛利人出海的守护神。毛利人认为鲨鱼是他们的 kaitiaki 守护神，它可以保护着渔民和航海者，甚至一些毛利战士会佩戴鲨鱼牙齿的装饰或挂件，来体现他们的勇敢和力量。下面一个单词就是比鲨鱼体型还要庞大的海洋类哺乳动物，它就是鲸鱼。鲸鱼用毛利语叫 tohora， 在毛利神话中 tohora 鲸鱼也被认为是部落的守护神 kaitiaki， 有些毛利部落甚至把鲸鱼视作祖先的化身。毛利人虽然不会主动捕猎鲸鱼，但他们会利用在海滩上搁浅的鲸鱼。毛利人会尊重这些庞大的海洋生物，并认为它们在海滩的出现是一种天意。下面一个单词就是海豚，海豚的毛利语叫 aihe， 它是友好和智慧的象征。毛利人相信遇到海豚就会帮助在大海里迷失方向的航海者找到回家的路，它也是一种好运的象征。毛利渔民在出海时，如果遇到海豚，会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吉祥的征兆，预示着这一趟行程会风平浪静，满载而归。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海洋生物叫龙虾，龙虾的毛利语叫 pora。 龙虾在毛利人的饮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一些毛利神话中，龙虾也被认为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小动物，因为它们可以在海底躲避捕猎者，而有些部落则认为可以捕捉到龙虾也是幸运的象征。下面一个单词就是鲍鱼，鲍鱼用毛利语叫 paua， 它是新西兰独有的鲍鱼品种，以它蓝绿色美丽的鲍鱼壳而出名。毛利人不仅仅鲍鱼作为食物来源之一，它的贝壳也可以制作美丽的装饰品，装饰毛利传统雕刻中祖先或者是守护神眼睛的部位，象征着精神和洞察力，也有和祖先连接的能力。由于 paua 鲍鱼栖息在沿海的岩石上，毛利人对他们的捕捉是有很多规矩和传统，比如说不能用氧气罐潜水下去捕捞，以保持对大自然的尊重。下一个我要介绍的海洋生物叫章鱼，章鱼用毛利语的表达叫 feke。 在毛利文化中，关于 feke 章鱼的神话传说也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毛利传奇航海家库佩船长在航海的旅程中遇到了一只巨大的章鱼，而章鱼也被毛利人认为是神秘而智慧的力量。而在现实生活中，章鱼确实是非常有智慧的生物，它懂得如何伪装，知道如何挣脱捕捞网。最后一个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鳗鱼，它的毛利语叫 tuna。 在毛利文化中，捕捞鳗鱼有一套非常传统的捕捞方法，毛利人会制作 hinaki， 也就是传统的捕捞鱼篓来捕捉鳗鱼。对许多部落来说，鳗鱼象征着水域的神圣以及生命力。以上就是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所有常见的海洋生物的毛利语，大家记住了吗？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卡基切亚奈。